却要云，北修春根烈江河，就能带你我站在烟波看面走。对着这个秋，就是夏收的时候，就是收春耕的时候，就是春天的那个收春耕的时候，就是它是收春耕的。它可能是夏天的时候收那个东西，夏天收春天种的东西。这个约旦河呢的水呢，站就时淹满坎。约旦河的水在淹满坎，这个坎就是像个就是堤坝的意思。面冲就是溢出来、漫出来，面冲。对，修。春耕烈江河，收春耕的时候，就等待约旦河。约旦河的水，约旦河的水站时就站着时。淹波淹满，看淹满坎，面冲，就是收春耕的时候，就是可能夏天收春耕，收春天种的东西，就是收春耕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时淹满坎面出，就漫出来。对着，就是正对着收春耕的时候，就是夏收的时候。对，收春耕的江河的时候，就当带你约旦河的水，这个带呢就是河的意思。站就是时淹波淹满。看这个坎就是堤的意思，这是堤坝的意思，堤的意思，就是堤坝的意思。面冲，面就是溢出来、漫出来，这个面就是溢出来、漫出来。就是漫出来，就是说这个水那个满了，从这个堤上面漫出来，叫面出。这个面字，这个字呢，那是古字，古代用这个面，现在一般没用这个面字。对，收春耕的江河，就能带你站在烟波看面冲。这个坎呢，就是堤坝的意思，是堤坝的意思。我们用的是堤坝，我们用的是什么，哪有那么多东西啊？它就是个泥巴做的，或者是什么做，它就是个坎，这个字比较难，面这个字比较难，面就是溢出来、漫出来。对，收春耕的江河，就让带你站在烟波看面冲。